如果可以，阿米拉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可惜佢唔得。佢唔係受制於任何嘅嘢，而係佢太虛弱啦。阿米拉已經無力再問、再諗，有邊個可以幫到佢？如果阿米拉問你，你會伸出援手嗎？你幫到佢嘅，請立即行動，打嚟救助兒童會，拯救每一個無辜嘅小生命。每月捐出50蚊，就可以幫佢哋重獲新生。坐言起行，即刻拎起電話，打21809147，幫助好似阿米拉一樣嘅小朋友。生命需要救援，更需要你嘅支持。簡單嘅一個動作，一個電話，每月50蚊，就可以令佢哋得到溫飽，使佢哋充滿生氣。你願意睇住軟弱無力嘅阿米拉繼續受苦嗎？伸出援手，每月捐出50蚊。坐言起行，請即致電21809147，或發短信 SAVE10去508506，亦可瀏覽救助兒童會網頁。同根同心，助孩子改變一生。